代写历史。所以咱用最热烈的掌声，甲咱大家恭喜一下，好不好？历史伫大家手中咧写，台湾的命运伫大家手中咧安排。咱感谢真侪民主宪政的先进，有在用咧血汗目屎，带咱到这十字路口。即马若咧佫讲要用五权宪法，要佫用宪法干来当修改，这是具有法律知识的人所无法度接受。修改宪法是有一定的尺度内底才通修改，啊若差真大的时阵，一定要重新制定。移民社会，经过几百年以后，伊要成立一个正常的国际国家，是历史的必然啊。我一定要推动这个新宪法。那头一遍失败不要紧，我第二遍过来，第三遍过来，请大家踊跃来参加。